少爷。老爷，失业了。老爷，来录像。谁哟？手机都动了。王喜，小宝手机看了。院长，我终于来了！小弟终于来到大明了。是啊，这里是东方最大的港口，是曾经生活的地方，也是我向往的地方。这里可比我们华人西雅高，要热闹的多呀！也是老爷经常来的地方。是啊，如行是顺照。
郎中先生，我是来自西楼的商人，不知为我求来，有其所有，把谁生来？先生面色苍白，微红之人，是否还望与府中等同？对，此乃必生养虚之症。那是我是好了。先生放心，我与一方可治。八祭天，九祭子，所以各分界。三玉龙自官场，先王各四境，龟子、月子各三境。外加王祭13境，单身之境310境，阳阴各7境。早晚一天，永随千佛。好，这是真经。不需这么多银子。什么之好，定要重新。依这之命，立生命堂，岂可从礼？他们生意风范，谁巧了？先生请进，每当虽好，不可过于礼典呐。多谢了。哎呦，郎中先生，郎中先生，我是不过3岁，这2天我的脚痛得走不了路了。先生当年漂泊海上，因是玩了风色情光几年。来，我先帮你扎结针。这是什么治法呀？先生不必害怕，他走身堂后生我，微正配息，有子养，必生育作3年，今生却需养6久。关键时候，真的不那么痛了。先生万需多讲条理。好。老人家，你哪里不适？我无解之病。不放心。那些水泥，老人家，这些水泥你就拿去买些吃的吧。这个你是当年先我所致，收下吧。多谢。夫子老夫，别这策略，不计计算呐。哎，你呢？可曾见到那西路来？没啦。
这把戏让他去看有无送信，姐姐不知哪里撒野去了。师傅，哦，阿喜，可是去到苏信了？没有，你欢喜什么？师傅，我遇见两个伴侣。遇见两个伴侣就欢喜成这样，我看你的心越发野了。师傅，那两个伴侣是西过来的。西过来的上山等你。啥等谁呀？喏，你看。
有需保护的。不，三年间你不仅治了我的病，也推动了我的心。我要化作青春旧水，永远地守在你的身。虽然我的父亲和我的意愿要我离家旁人，可我的心早就已压抑。我前行，看看大
心啊！孩儿进去才行。今日我还。放心，我一定带着你呀回来。上帝呀！
下。谁呀？并且真正大步不得，那你快去。拉回去了，穿着那大红衣服。谁呀？啊，等我。现在不会正常的。老先生，我看就不用了。你不要忘了，我也是一生子。这个时候，我母亲要是看见他，只怕就把儿家丑。我不想离开这里。你难道想要母亲死不明了吗？非洲龙先生，我老先生，这是我们的家。哥哥，不用得瑟了，当然就要起好，得走。三兄弟，非洲龙先生，三兄弟，塞利亚，塞利亚，塞利亚，回来了！母亲，塞利亚的三兄弟他为西国去了，为西国。为我的所能去，他兄长彼得罗把他带走了。当初我在西漠为塞利亚之命，就是他把我走了。他怎么来的？说是他和淑女成奸，为财大行，命彼得罗把他带回西国去
他不请民众请入休息。一见老儿，我又不能生死度外，带他前往西国，还要现在去工作，进去再过3里呀，恳请母亲与朕。你要多加小心。母亲，这是孩儿一阵归期的，你就后人走口。阿信，你去领这大名赵师傅为谁来帮手？师傅，请放心，师公替我做官，你要多少回来？来，
太后啊，应该是女生的，不是他。下千步公子，不必动力。郎中难得进宫，怎不为我插言一番？不，在下
就是那个美丽，是才叫那一
妻子动香，这些香料也是对你御用太珍贵。这才是我的好女儿嘛！我曾不问他人附送你到取经的港口，那里地狱有钢的上船，前往西国。但愿此生保佑你早生到西国，长到山林呀！多谢看我公子。
也是个天花，像一个是吧？孩子怎么了？天花，干了草地，你们看看。也是这个天花，也是它那个天花，也是天花。女孩子到底是体面活，那你姐姐她自知吧？天花不别口子，我也爱我儿子。啊，费得我一生，你是一生肯定为麻烦的，姐姐你姐姐我的儿子，不是我不想子，我连自己的亲妹妹都救不了啊！医生，你不是常常这么儿子，弄得错手。天哪！我说什么医生？救救我的儿子！再救救我的儿子！先生，听着嘛，有一个唐妙种，这是一种天化的方法。唐妙种，快带我去看看。
又是天火。孩子病进太重，恐怕老总会遭过很多医生，他们都生死不了。甚至你大兵老总，求求你拒绝我的子吧！不是放心，我是当亲的。快来，与弟亲商量，决。费德鲁可以救啊！你要救做什么？救神！救神！啥是有救？快点救我！费德鲁医生，求求你救我的孩子！先消毒，然后蒸久了，然后那个多些不能分于外，反而内应共惜。一句不字，失去九子同须妈，做养父三之贡献，使王儿争气得住，乃他女的外貌，才不屈死为生。
我先生，你能治好他的？我先生，你能治好的吗？一股生，情也行。
这里啊。可能麻子以后，就是这个。曾经在这里。
侯先生，我为我之前的母子向你致歉。当你医生真是了不起呀，心意也很了不得。我与子好相信，按照你的种的方法，天花为的蔓延，终于控制住了，太好了。师傅，你们什么时才成亲啊？去不去？